國泰一直致力提供高質素嘅機艙服務，80年嚟始終如一。初期嗰陣時，一啲服務雖然係好簡單啦，但係其實可能嗰陣時都有一啲係冷盤啦，可能三文治啊、一啲小食啊，都已經開始有我哋嘅熱茶啊、咖啡提供㗎啦。我哋想令到個乘客喺飛機度都可以感覺到比較舒服，有一個家嘅感覺。到咗今日，國泰嘅餐飲選擇越嚟越多元化。我哋係一個好國際性嘅品牌，植根香港，背靠祖國，聯通世界。所以我哋嘅餐飲方面都有一個好特別嘅，就係喺全球各地嘅美食，就係同一啲出名嘅米芝蓮食府去合作。除咗餐飲，國泰嘅機場貴賓室已經遍佈世界各地。機上嘅娛樂系統由收音機廣播發展到今日嘅4K 超高清影片，其實都係想令乘客得到最好嘅體驗。一路喺我哋 DNA 入邊咧，都有一個好重要嘅精神，就係我哋設想周到啦、積極求進啦、盡心盡力，咁樣去令到乘客可以得到最好嘅體驗。作為一個國際嘅航運中心咧，啲人嚟到個印象好緊要噶嘛。公務上或者自己私人旅遊都去過唔少個國家。其實你第一個印象就係嗰個飛機同埋個機場。咁咧呢樣嘢咧，國泰同埋香港嘅機管局係做得好好嘅，對成個航運中心嘅發展啊，對作為一個旅遊中心嘅發展咧，都非常之重要。我坐咗國泰50幾年啦，一上架飛機好似返屋企咁啊！下一集會睇下點樣培訓專業服務嘅精英。